迎大家收睇英超雜誌。2009年10月6號，楊家成成功收購伯明翰，成為英超史上首位華人班主。雖然楊家成每逢球隊主場有比賽都會入場睇波，不過大家對於呢位老闆呢，仍然係認識不深。Welcome to Hong Kong。上季伯明翰有令人驚喜嘅演出，季中連續12場聯賽冇輸過波，而最終亦都喺聯賽奪得第9名，係球會近50年嚟頂級聯賽最高嘅排名。由球隊嘅成績嚟睇，楊家成嘅收購所花費嘅1分1毫，絕對冇白費到。50歲嘅楊家成自細被香港足球薰陶，對足球嘅熱情因此萌芽。而當佢去到英國呢個現代足球發源地，親身入場睇波之後，對足球呢就有咗新嘅體會。當我廿幾年前，我第一次去英國嗰陣時，我就已經中意咗英國足球啦。因為當時嗰個氣氛啊，好好啊，好吸引我啊。我記得咧，好似我第一場睇嘅波咧，好似係水晶宮對卡迪夫城嗰場比賽。好似係水晶主場添啊！我都好似有去睇，咁咧我感覺當時咧嗰個氣氛啊，同個環境啊，同埋嗰個球場嘅吸引力咧，令我對英國嘅足球咧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如果足球係楊家成嘅興趣，咁啊賺錢就係佢嘅專長。呢位伯明翰環球控股嘅主席有多年嘅投資經驗啊，能夠將自己興趣同埋專長二合為一，佢當然非常高興。成長個過程之中咧，咁以前就好窮啦，慢慢就讀書啊，咁就慢慢開始儲錢啦。咁慢慢儲下咧，咁就有咗第一桶金咧。咁慢慢咧就開始識得做生意咯。咁啊累積咗有一定個財富咧，咁我就有諗起喺香港咧就收購一隊香港嘅足球隊。係叫做Hong Kong Rangers。咁喺嗰段時間呢，咁我喺嘅過程之中呢，我學到初點樣管理一隊球隊個經驗啊。咁亦都係俾我呢個經驗呢，亦都俾到我呢日後而家收到嗰伯明翰呢嗰個一個初步嘅踏腳石咯。楊家成07年呢曾經出價收購伯明翰。可惜咧失敗而回啊！佢先後咧用咗2年時間咧先至收購成功。成功之後咧，楊家成咧希望將伯明翰咧打造成爭標分子，亦都期望咧球隊可以好似曼聯、利物浦咁樣打入亞洲市場。而楊家成咧同中國企業咧亦都有緊密嘅關係，呢一點咧對佢打入內地市場咧相當有利嘅。楊家成入主之後3個月，伯明翰同一間咧內地嘅體育品牌公司簽約，合約為期5年。總值780萬鎊，可見佢同內地企業咧係關係密切嘅。可能我係第一個中國華人買一個英超啦，咁喺香港又好，喺中國又好，都係一個好大嘅新聞同埋一個好大嘅exposure 啦咁樣。咁就咁我帶動對球隊咧就會因為我係第一個中國人啊嘛，咁起碼嚟講咧，我會係方便啲，同埋我係有知道點樣去將個市場打入喺香港同埋中國呢個中國人嘅市場。作為英國嘅殖民地，香港有超過150年嘅時間由英國嘅政府統治，而香港足總就喺1909年成立。喺亞洲嘅地區嚟講呢，係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嘅協會，當中有4個級別嘅聯賽啦，52支球會。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嘅懷抱。不過就冇改變香港中西匯聚嘅特色，楊家成可以享盡呢方面嘅優勢。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呢就講到啦，歷史上香港同英國有相當特別嘅關係，而香港同伯明翰呢非常之相似，都係好勤力嘅城市啦。足球呢喺香港非常之受歡迎㗎，楊家成能夠呢成為英超球隊嘅班主，絕對係本地球壇嘅驕傲。霍會長仲講到啊，希望楊家成嘅成功呢只係一個開始，可以呢令香港同伯明翰呢建立更緊密嘅關係。Carson and give us a hand in promoting this beautiful game in Hong Kong.
曾經有5位中國球員效力過英超球隊。作為伯明翰嘅班主咧，楊家成當然希望可以令球隊變得中國化。佢深信中國球員絕對有能力可以喺呢一個全球最高水平嘅聯賽立足嘅。簽一個中國球員對我哋係好緊要嘅，因為點解呢？我哋個市場喺中國啊嘛。咁你睇下好似姚明咁，佢簽到喺美國踢打籃球打到喺中國咁受歡迎又咁出色，所以咧我哋希望咧盡快簽一個中國球員咧，對我整隊伯明翰咧喺中國有好大嘅影響嘅。伯明翰暫時咧仲未喺中國咧揾到合適嘅人選加盟，不過咧無阻球隊嘅增兵計劃㗎。今個夏天，伯明翰一口氣簽入咗7名新球員，雖然有咁多新面孔不過咧球隊嘅士氣仍然係一流嘅。伯明翰領隊麥利殊就話啦，球隊好多行政上嘅運作啦，楊家成都交俾助手去處理，而佢就會嘗試走入去球隊。而麥利殊亦都講到楊家成對足球充滿熱誠，對球隊入邊每一位球員都非常了解，而且亦都會為球隊嘅發展着想㗎。都向佢提出一啲建議，應該買入邊啲球員。而呢啲嘅球員呢，好多都嚟自非主流嘅聯賽。有陣時甚至乎麥利殊自己都未聽過佢哋嘅名字，但係楊家成就可以講出佢哋嘅優點。可能佢睇到全世界嘅聯賽都唔頂麥利殊就話自己都感受到一定嘅壓力。不過有咁熱心嘅班主，絕對係伯明翰之福嘅。麥利殊喺07年上任之後咧，伯明翰表現越嚟越好。楊家成對呢位蘇格蘭領隊非常之滿意。月初咧更加係同麥利殊續約，令到呢位前格拉斯哥流浪嘅教頭會留喺聖安德魯斯球場，直到2013年。係我哋個隊中嘅靈魂啦，係咪？咁佢對我哋球會一定係要有個最大影響嘅關係嘅。咁我都希望我哋同阿麥利殊咧合作得會好愉快，好，大家一齊安高榮咁樣去發展我哋伯明翰嗰個事業。今季伯明翰持續有好表現啦，開季頭6場嘅聯賽只係輸過1場啫，目前喺聯賽榜排第13。而自從楊家成入主之後啦，伯明翰就未試過喺主場輸波。楊家成指出其他外國嘅投資者嘅失敗經驗令佢明白到要令一間球會邁向成功，絕對唔能夠一步登天。我會將伯明翰呢越嚟會越好，但係唔係急進嘅，係慢慢，係一步一步嚟。咁我希望呢，第日我伯明翰呢就每一季我又要買啲好嘅球員，我每一次又買啲好球員。總之我留得班低，我又會再俾啲資金去增強實力，直到佢打到前茅為止。清晰嘅目標，加上楊家成累積多年嘅管理之道，相信伯明翰好快就會成為一支有力爭取英超冠軍嘅球隊。